明月，怎奈我把妆愁藏。想我张真，爹娘在世时与丞相金宠之女牡丹小姐自有订婚，我因亲王家派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谁知我父亲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兵部谈判操到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呀。也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拜门神爷。还是到苏去吧。
满岭水中从来。呀呀呀！我怎么在门外睡着了呢？呀呀呀呀！你是谁家要娘娘？你我月夜到书房。我是到书房，这叫我手人大大看难上。你是谁呀？他为我成名不女呀！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莫不是花妖使君叶明生，变做了美女来我脱手了？莫非是牡丹小姐到书房？小明儿虽叫牡丹，却有位国色天香。呀呀呀！果然是小姐来到书房啊！小生未出原因，哎呀，有才呀，是有才！不管呐，是不管。
见了，我不在月下当如啊。小姐，请坐。哎呀，你也请坐啊！我有啊。长郎，小姐，请啊。请坐。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爷，小姐，长郎。我长在远方来投亲，梦有望名在必不单白公主美，我长发是谁必当有，真乃是无缘乃把龙女情。今晚多怪小姐来，莫非应前是梦境？长郎，多这位弟弟做事前世情，爱郎君往
求不到别国使馆请张相公寄来的事。都在他晓得的什么事？谁让你的到这种会？儿啊，快在为娘到厅内歇歇去吧。不去。相爷，妾臣早就说过，叫那总算写下岁数，好当发他走。可你偏要把他留下，如今你看，哎呀，女儿啊！学为之事心惆怅，为父早已听子长。倘若叫他写许书，岂不要锣鼓，启禀二府话名扬？我今父三胎不早，怕一许，残留着穷酸于何方？盼等他艰苦赴考落地恰凭凌轩藏元郎。这些梅花嘞？娘子，我叫你带上吧。娘子，娘子。是你这等不孝徒，婚姻是从此休提起。
相公早被你们关出门来，你再讨这谁？我与他乃于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他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作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？你是哪一个？哎呀，长老！我是寡徒，我是谁？谁是你的长老？长老，你虽要是此家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冲上你，妾身是逼不得已郎见娘啊！说什么逼不得已当爹娘，分明你翻脸无情变心肠。我若是翻脸无情变心肠，又怎会黑夜奔波在长廊？花园做事是我讲，从此你我天涯各一方。长老，说什么夫妻天涯各一方，你才是翻脸无情变心肠。你忘了草莽相亲结同心，你忘了一步单关心身上，你忘了花前月月下相依偎，你忘了我怀你共度到天亮。今日妾身有家，归不得。夫君你又是这一不体谅啊！老夫子少身奔赴黄仙路，不是对我死了吧？不是对我死了吧？不是对我死了吧？小姐呀，你一片深情，我永难忘。长郎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，随穷随苦，我再也不愿回家去了。这是长郎令我至今何忘你？那暂时只得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是此令我有同情话。哎，不，要是叫你父亲知道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那也顾不得这许多啦。我
玄天，一路之上你我夫妻同看花灯，岂不是好？哎呀，我们要看什么花灯？还是关路的要紧。哎呀，长老，今晚之日都是妾身不是，大长老气成这个样子，只请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事哦。不要哭呀，不要哭哎呀，这样。
我死此慌张。小人不管讲，讲。是张相公与我家小姐，你们可看得仔细？小人看得仔细。好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！我把他关出府去，他尽管勾引我女儿，关灯闹事，这还了得！来呀，把他们上贼位！是。小姐上这位，把他们带了上来。是，你自己去看。下去。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，为我们公派生命计，这我了得！来呀，把他绑了！是。哎呀，家园，将他畜生山崖说吧。是。哎呀，你怎么与这个畜生去？为旁去吧。你呀，万不在为娘，为婿女去。也不模样，他是何人？怎么与我当半生也不模样？哼，你是何人？尽管冒充相府千金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尽管冒充相府千金。莫非你是妖精？我是你是妖精，你的妖精，妖精！你是美道吗？还是美道？哦，你是美道吗？还是美道？哎呀，相爷，哎呀，夫人，这么弄惨，两股美道来了。哎呀，夫人，女儿是你所生，你可能分出真假。我
快去分来。哦，母亲，儿是没到。母亲，儿是没到。哎呦，夫人，老爷夫人，我们是奉小姐多年，一定可以分拆真假。哦，那么快去采来。哎呦，小月，你是小姐吗？我不是小姐，是谁？对，夫人快去称来。母亲，儿与女子。哎呀，爹母亲，儿身上也有女子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他的身上也有女子。夫人快去称来。哦。哎呀！
似乎是好呢。是啊，哎呀，这夫人不必惊慌，凡是包大人有再要见厉害，待我后堂修书一封，请来包大人破明真假。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哎呦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呦呦！相爷，相爷，哎呀，不好！眼里有句放好我。赴汤蹈火也乱堂。参见宗家兄妹，你们来到水府，不知与何些事相告？哎呀，宗家兄妹呀！今生他南天没担家何罪？请来保证端心，小妹不怕原因先怕，只怕夫妻恩爱感情，但有艰难不用完，但向兄妹讨救兵。原来是此。原来不用计划，女生倒有妙计才是。也妹，陪我来变奏好保证。来一个，你个的要进江湖盆，让他姑分包家宝，连不清，包括你当爱夫妻不离分，不离分。
么沿路啊？讲什么老包沿路老包？哈哈，也得把那四壁断好，取口把萝卜把菜也不熬也不熬。哎呀，鬼大姑，那珍宝已往军府去了。对我们抢先一步，好，抢先一步。张龙道夫，王造马问有，敲到。有请。是，有请包大人。为了小女之事判老大臣，真是官恩不清。方大臣破命增加，暂时要你。老鸨自有判断。小玉，小玉，别相爷，又来了一位包大人。包大人。我操，有机会包大人呐！哦，只此一包，并无二包。方才家园来报，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！哦，来的这怕是草包。大臣，亲自撇身。好，请。有请哦，有请包大人。莫非有满客之意？老夫真管满客，怎奈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！包大人，真是包什么？包真，包真。大宋朝哪里来的两个包真？老夫也好生奇怪。怎奈这位大臣与大臣一贯面貌，一般无二啊！
竟有此事，请来相见。有请包大人。一见此药，心流恼啊！见了正法，哎，好笑！他竟怪一家乱政，把相夫家宝要得珍宝，你是何方妖孽官城堡？举上门当就有两老包，你可知与龙不相容，真假难混淆。遇到是不风不起浪，风起浪也高，堂堂相夫真用你来敬老。言是我多管你回家去追大轿，来世人间断无常，岂知那匹夫应招，我都去管道，纵乱你当不大顾问到底，这其中奥妙你怎知晓？二位大臣，不要为了小女之事伤了二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这妖怪有什么气可讲？万事要平心静气啊！方大臣破明真假，老鸨自有判断。老鸨自有判断。来呀！要圣儿到，来要圣儿到。每旦代偿，来，每当代上，每旦代偿。恳请大人，今每旦停电，咦，一人名字为何两人应声？一人名字为何两声应声？你弄下应声的，你是要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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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得正草，从日的将来，修得正草，从日的将来。大人用笔。一开眼，姊妹里有啥？
是要问方大人，明镜高远判家珍。居是一样的口供，这哈老哈，你自称是包青天，竟连这一点小事都审问不清，且快我的来呀，带杖证，带杖证，带杖证。见大人，张真有身自份，谁不自谁？张真，你自谁不自谁？大人有身不知谁，不知谁呀！张真，在你身为洪门秀才，父母丧亡，既蒙老乡爷收留，理当每对苦多，力度少尽。怎么？尽管昌乐花园注册月例之日，即被老乡爷观察府区，由于牡丹小姐上机关等，以致花妖员们骚乱相附，何容你去死后用得？来呀！将张生休在各区，推下去送走。是有变呐！讲，大神啊！方大人你用意听当真所愿，我与牡丹几位父母明白听。长情，想也是我挂脸先吃错斯文，本命是他爱父也并要去当真。相爷虽有不是，也是你言之有愧，休得多言，退下去，送送的打。为官亲，恰原来偏听不公正，青花不过要谁这天大的冤屈。事到如今，谁是真，谁是假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一审同应令真假已分明，那可的是假，那不可的是真。哎呀，不对呀！那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。老哈，谁假谁真？不问别人，问张真。张真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张真，用你细细的讲来。他什么？公堂逮捕真上当，
一个是关灯师傅为之意，一个是公堂受责，他人言巧。我这可听证，你偏生是假，好一个无度的老包！长子，你修得要命性强，这是假牡丹，那才是真牡丹啊！不，这是真牡丹，那才是假牡丹。修得独眼带了下去啊！这位包大人真假颠倒，这位包大人不公，包大人不公啊！弟弟，孩儿，你对那畜生不信寡言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啦！包大人，你生出了我的女儿，你才是真正的包大人。弟弟，快来见过包大人。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包大人，他是假的。哦。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你们两个大人都是假的。哎呀，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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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假的，弟弟，身上再要紧。老汉，你不要胡看乱造，杀了家宝不要紧。杀了珍宝，那完了得。谁是珍宝，谁是假宝？文字端得明的，就是珍宝；文字端不明的，就是假宝。老包哪一件文字端得不明？老哈，你不见两个娇娘两样心，这其中是非不难分，欺凌爱妇你不罢，今生你送你给同情，你杀乱会斩妖言，岂非是三江清水落江文，今生我中乱剑下把命儿丧，我也要痛痛快快地骂你一声。骂我什么？骂你是不分是非不辨，早把王成青天糊涂保证。家老保他一席话，力争心肠。我老包恰成了
结好鸳鸯。老汉，有道是竞争结争，竞价结价。可叹茫茫怪域，有竞者不嫌死神，那无竞者不嫌死了啊！老汉，这宫中也未有假哦，那你是家中有真喽？此文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老鸨昨日相公正，岂能够贪腐权贵，为父作伥？来呀，带上阵！叩见大人，上阵！有甚在？本当杀你无罪，用的百变，吃的满胆消息，也同为国故里。多谢大人，怎啊，是娘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青天，来呀，要当到为伍。是。我先走了啊！老相爷，老相爷，老相爷哪里去了？包大人，妖孽哭声斩了。老鸨宝剑碎离，不战负才自要。来呀，要起呀到！难道你不理此事母亲罢了不成？对，听这名圣上降下诏旨，命张天师做那次要骗了。天师。
妻是有礼千金，满十是此去家乡300里，就是天也就无泪意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我有点累啊。累啊！不用了，长老，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能了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呐！哎，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呐！娘子，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呐！长老，你怎么了，长老？哎呀，娘子，这300里路一开始就走得这么快，后面的路就走不动了哦。莫比喻为难之事难产生。娘子，长老，我和你在北坡谈判尽同心，有天大的事情要告状证啊！
既然恩爱，难道连别之事不把真情告诉他吗？长老，娘子，长老，你可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是我娘子牡丹小姐呀！我不是牡丹小姐。哦，那定是关爱仙子也比关爱仙子，我乃必不但离什么？啊，长老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乃必不但离经。长老，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受印在人当边啦，只因母君在外间私情真人，又怜我独居在府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牡丹女郎，君必上飞机鸳鸯。听娘子实诚，真心话，不与我张真恩死了。想当初在北部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作情离场，元宵佳节关花灯。夫妻双双多欢畅，那今通欲将我们再为逢，在相府中与两个牡丹闹公堂，强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别。他为我相信把命丧，多等娘子有情意，我当真关记在心上。想那牡丹爱的是富贵，那是娘子恩爱堂，才艰难觅一真情。长老，你这是李玉金，玉何妨？娘子，三家是神仙眷属，只在说门上，才知我在荒郊野外有天堂。我李玉的眼里真不出意，自从他见长郎，就知道他是有情有义郎。我与他谈判手也手，我与他并肩小鸳鸯，原来他真情实诚。
一片真情不忘阳。谁知今日出意了，他不应你来变心肠，我李煜真是眼睛亮。在草堂灯下见太阳长郎啊，问张天师殿下天兵天将啊，苦苦前来捉拿于我，要这，你得先去躲避，是带我去阻挡。不，娘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娘子，我要载你出地。我听要杀人王世上天策的，将你斩。
前去除他一尘呐！将最近狂风雷电大花子，玉龙色素衣呀，叫人死伤美，死伤美。天将追得烈，不免待我不动手前去阻挡一阵。
奈得来说服于他，尔等退下。小妖看见娘娘，李玉京，你不必惊慌，我奈得来搭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已有2条道路随你选嘞，你愿答应还是响应？答应怎的？小应何来？小应在我到南海训练500年后得到登仙。那答应你，答应把玉林3片当着万劫受苦。小妖情愿答应，恰是为何？为了张贼，小妖情愿当着万劫受苦。那张真内万佛所知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业，岂不可惜？哎呀，娘娘，那张真乃是知人君子，小妖与他还是三门。我是为他完成什么仙，完了什么他？求娘娘发传心，求小妖念在心。我情愿当着万人去，与张真生死共鸣。宁得起千年道业，宁离却同来仙境。我情愿受痛苦，把下雨淋。换一个私语，实在深。算在，是次把玉林3片答应了吧？
子你也